客家话吗？那宝妈会讲中文吗？不会。 OK， 那交给妈妈。跳过了树栏。你要教我跳舞啊？好，跳舞好了。哎呦！不是，如果你们一直弹，会一直跳哎。好了。闹热大擂台，闹熱跳下樂。係鄉親朋友大家好，我係羅時豐哈。哎，大家好，我客家甜心。好，今日高壓挑戰賽第3禮拜嘅比賽哈，希望大家都 OK 咯。好，88分鐘過關啦哈，係啊，應該動輕鬆，動輕鬆。好，比賽之前介紹下你評審是誰？一家小先生，齊師傅先生，樂嘅李先生，樂基先生。先生介紹的，看一下獎金挑戰賽。唐公今年一來獎金挑戰賽嘅參賽者是一對，而且男女朋友嗎？啊，姐妹啦，姐妹。對啦，國旗相當特別。哎呦，對，哦，台法混血。台法混血啊！那是爸爸是法國人，還是媽媽是法國人呢？聽說是媽媽台中人，爸爸法國人，對，是本族的。那跟我們客家有關係沒？就是因為這樣才特別啊。哎呦，對啊，那可能是法國的客家人。那我們就趕快邀請這2位了哈。哎，分享雷諾梅、雷諾 Ellis。對，好，我從埋個。客家，好嚟談看啊，好嚟。Very cute 哦 Hello， ，funny 哦，哎。 Do you speak Hakka? 哎呦， Right? 哦，你会讲客家话？ A little. 那用客家话介绍你自己 ，OK 吗？好，那姐姐先来。大家好，大家好，乃係雷諾美，乃嘿，你你多些？乃竹些，乃9歲，9歲啊，哦，9歲啦哈， 9歲9歲。哦，
就些哈。乃爱伊雷诺伊利斯，乃爱巴西。哦，差一些听。哦，差一些，差几粒头的吼，嘿啊，哇，音用全部本姐姐唱这的哈。好可爱哦。好可爱哦！你们是台中人呐？住在台中。对。那爸爸是法国人。对。那妈妈是客家人吗？不是。不是。那你们怎么会讲客家话呢？那么厉害？学校老师教的。哦，学校就是有母语教学那个哈。哦。那你们为什么有那么多语言？有台语，有其他语言，为什么不学？会去想要学客语呢？你管我？啊，你管我？啊，是，我管不了你。对，有没有，因为客家话很好玩，对不对？很好玩，很好听，对不对？啊，真的哈。对啊，所以现在有兴趣啦。我多一种语言就多一种能力嘛，对不对？哈，你看你们刚刚表现得多棒啊！对，有没有带来加分题？在加分题之前，我们先介绍他的爸爸妈妈。他爸爸妈妈有来吗？有，从法国飞过来啊。法国，哎，我们邀请法国来的客人，嘿。Bonjour。对。OK。您好。你好。我只会 Bonjour，所以你就说。Bonjour 是你好的意思。Hello， 对。Hello， 对。通用。那爸爸会讲客家话吗？不会。不会啊。啊。那爸爸会讲中文吗？不会。爸爸不会讲中文。爸爸不会 ，OK， 那交给妈妈。我们也没办法，法文你们。我怕会搞砸，因为法文跟英文又不太一样。英文你可以啊？就刚刚背的。哦，所以妈妈，你们是长期是住在法国还是台中？台中。你怎么会想说要让小孩啊来接触客家这一块？因为学校提供一个乡土语言的机会，所以我就让他们试试看这样。哦。那你手上坐在你抱着那一位小可爱。Hello。你好，你叫？你叫雷诺什么？雷诺安。雷诺安呐，你今年几岁？雷诺安。你今年几岁呀？我6岁。8岁呀？6岁。我看你好像很想上台来表演，对不对？你要不要一起来跳舞呀？啊？还是下一次好不好 ？OK。因为刚刚姐姐2个在跳的时候，你在台下跳的比他们还嗨哎。啊，那个舞蹈是他教的。好，下一次有机会再来，好不好？那现在姐姐还有一个才艺表演，对，哈，是跳舞对不对？是什么 ？Twice 的舞蹈。哎呦 ，Twice 的舞蹈。哎呦，不是那个 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 哦，不是那个。好，那我们就来看她的才艺表演。好哟。好哦。好，跳舞喽。表演都用版了，唱一下。许诗慧老师。许老师来。雷诺家族，雷诺 family。
我觉得今天那个雷诺梅还有雷诺 Alex， 你们表现得太好了，好，表现得太好。第一个我要讲的是谢谢你们学客家话，好，谢谢你们学客家话。第二个是你们真的很棒。然后我觉得你们在舞台上面的大方度是让我觉得非常开心的事情。好，然后不管是唱歌，不管是舞蹈，我觉得都很大方，然后非常适合你们现在这年龄在跳的舞跟唱歌的方式，我觉得就非常 perfect， 就是很完美的感觉。你看他到现在笑容都还没有变，一直都在。好，那个 Alex 也很赞，好，非常好，谢谢，对，非常有大江之风。我希望你们再学更多的客家话来这边表演，好不好？好的 ，OK， 谢谢。好，那现在就要看能不能拿到奖学金了，好不好？3000块奖金来。这2位雷诺的分数。哇，你知道吗？每一次奖金挑战赛哦，顶多大概96分而已。哎，对，你们今天98哎，吓死人了！好高分哦！颁发奖金哎！在恭喜带来总国民3000元。啊，那这奖金拿到要干什么啊？要做什么用？买玩具。下一次再来，好。再来赚奖学金，好不好？好，谢谢哈，谢谢哈。拜。那麦克风带回家没关系。什么太嘎？啊，什么太嘎？哎呀，好有礼貌哟！还会讲什么太嘎呢？好厉害哦！这个了不起，再加分。真的。哦，今真啊，隔壁那个高压挑战赛啦哈。淘汰赛比赛规则：参赛者各创一首歌位，分数88分以上做得过关，分数没太多88分强势淘汰。我哋比赛之前呢，先由叶家秀先生来讲一下评分标准。好嘞。我恭喜大家哈！2礼拜是第3礼拜了嘛，淘汰赛。基本功，應該我基本功我注意以外，體育重要是講唱歌加娛樂自己嘅感情唱出來啊，冇犯錯，錯的，嘿，加油！好，不要犯錯，對呀，犯錯老師就會哈。犯更錯。老師的分數就會看得出來。係。來，有請 TVB 參賽朋友。劉品成帶來釣魚歌。好嘞，彈看啊。今晡日呢，我還係愛來唱釣魚歌這首歌。去年呢，因為這首歌唱得無好，希望今晡日做得到最好嘅表現帶俾大家。唱了歌很快樂啊！
哎妹，刘老师哎，老师好，老哎师好，呀老师好老师也是一位新传师啊。是啊，哎呀嘛你也是教一条小朋友啊唱客家歌、跳客家舞，那新传师上班有冇俾人淘汰咯？继续张一门，张尊不要在人家伤口撒盐。哎，继续看到两个已经个主持人按奖。啊，因为人家唔错嘅咯，哎呀，就一下就爱提起来啊！挖个洞让我们躲起来。啊，跟現場按專業到間，我就想，我一下那表現唔好，跟人家都快睇嚟啊！哦係，故所一下緊張，哦，就愛提起來。果子唔記得，係啊，啊，今日果子又帶出來，係啊，冇帶出來，學生嘅健講，係你入排那唔記得。係，鬼馬楊師傅以後唔是搞藝，係啊，係嘛？退費。我不屑讓你教了，門牌都係插題啊！招牌就被拆掉了。跟人門牌，劉老師門牌拆係你。就了，我講舊劈行啊，然後哦，啊你嗱，看今日創到用有快題冇？哎有快題快題冇。阿公葉家修老師，實際講根本你表現真好，尤其是你唱國家嘅，我想我表現講法嘅態度，冇強弄有準備來，留嘅冇準備是長進多啦，哈。我唯一一個小地方，還是感覺講，你去唱國家哈，個人你掌握真好，就唱到國家挺賣力哈。上下就有點建議是，你可以再收一點點感情熟啲，就唱到大家做生意咧，唱到大人家，你就唱到有啲嘅後人山唱唔出來。唱唔出來，你說注意嘅唱歌嘅部分啦，佢下嘅表現，唱歌嘅表現，嘅動作啦，嘅舞蹈啦，乜嘅，我是感覺講進步挺多，所以對我來講，我覺得應該要加分很多。人家是很特別的是來表演來比歌，然後居然這麼努力的用同樣一首歌。然後用哪裡跌倒哪裡爬起來，對，然後故意給我打臉，然後我就讓你打嘛，嘿，所以等一下分數你就知道，我就臉伸出來給你打，說上次我錯了，這樣啊，對不起，這樣。欣賞指點清楚。不，現在公司還是跟我講，在這兩舞台做出來，就是你有本事，你就上來，你把你的本事拿出來，不管前面有沒有犯錯，大家是公平的嘛，你們表演之後。好出好，好都用辦就等他的分數就啲咧，好吧？好，那馬上來看有本事的分數了，劉片成的分數。這個分數也落差太大了吧？葉老師25分呢，莊老師你才22分呢。其實我看上一次我也有來。對，所以我也對你有印象。他也在啊。是，然後其實剛才葉老師有提到一個部分，就是你衝狗嘅時間，你不可以什麼都一直往外唱，一直往外去表現。其實活潑度你要把它提起來唱。你若是呀這樣子去表現，跟那是不一樣的。所以當你整個從動作整個起來，你的那個。提起來的部分都缺少。然後再來就是因為你整個太直接的往前唱，所以你的音準就會不好。那低音的時候，你就會壓下去。然後，如果你位置沒有提起來，聲音聽起來就是扁的。那這整首歌是非常的活潑。那你如果把它唱得扁扁的，我們整首聽下來會很吵。再加上中間你的那個講話的部分，你也是沒有提起來講，你全部都是這樣，最後就那個整個味道會別覺得這首歌的那個可愛度是沒有的，它會變成是一種。整個那個味道會跑掉。如果我覺得你應該要把這個歌的輕巧度、可愛度唱出來。今天你唱的亮度夠，但是不輕巧，不知道能不能體會。唱歌稍微把自己提起來一點，出去的東西少一點，回來多一點，往上多一點，試試看。不夠跳了哈。對，不夠跳躍。它整個是，你看哦，什麼東西你是啪這樣子打，就很重。可是你如果這樣子。
就很舒服。好，你打球、拍球也是一样。如果这个球是没气，你这样子打就很难听。对，加油！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很努力。好，谢谢，加油加油！回去你不用怕了，学生还是会给你教了哈。很高分了，谢谢，谢谢，好，謝謝。休息哈。3號嚟啊 V。林思婷帶來愛情嘅彩鈴。好，愛情嘅彩鈴。今天是淘汰赛，虽然我有点紧张，但是我今天有准备一首蛮有信心的歌，叫做《爱情的车》，希望今天可以顺利过关。女版的洪金宝有没有？啊，今天是黑色服裝的關係，還是你真的瘦了？你覺得我瘦了嗎？服裝的關係。可能要。呀哈，思婷。他說他上次來的時候，緊張，緊張，聲音導致沙啞。沙啞。對。這一次不緊張，但是聲音更沙啞。好像有一點更沙啞。還是你本身嗓音就會沙啞那種煙燻嗓的那種。還好。還好，你就說是就好了，不然會被扣分。還是因為緊張，今天還是有點沙啞呢。對，還是有一點。你是對空氣還是對冷氣會什麼？不曉得。過敏啊這種沒有。都沒有。可能對啊，可能冷氣吧。可能冷氣。對。關掉。我會熱，我穿西裝哎。會換你沙啞。對呀，你那麼薄。怎麼那麼薄？我說你的衣服那麼薄，我2件厚，對。好啦，唔緊要，來談一下公平好啦。哎呀，就知道原因了。今天聽得出來，感覺沒有那麼緊張了，但是對，他有比較放輕鬆了。聲音還是有點沙啞，是可能他本身的問題，本身的問題。請許世慧老師來揪出原因。來。許老師，其實我還蠻期待你的聲音，好，因為你的聲音很特別，有一種煙嗓音。啊，不過近比。我一直在懷疑，我剛剛嘉修老師在討論在你的 key 上面，所以我現在先不要講，有沒有可能小康老師，我可能要麻煩一下高2 key，你再唱看看。好。手唱到這菜，手輕你愛情嘅車嚟啊，偷走佢嘅心。深深的心難開。有比較好。
声比较有张力，比较有张力，所以刚刚他在唱低音唱不下去，高音又超来都懂勉强，因为你想唱高，可是那个 power 不够，弹起来就要一冲猛冲会感觉，所以我还在怀疑是不是你 speaker 听不到，还是怎么了？哦，他没在听，他有耳朵，他紧张到他都不知道他声音在哪里。OK， 好，那就我们这样子，我们就知道结论了。第一个可能 key 你自己没有跟老师要求到你要的位置。还有你唱副歌的时候，你要注意，这是比较技巧性的。你在听歌的时候，鼓是很重要的。你在听它的那个落点，你的落点太前面，你要落点向头前。所以你唱到副歌的时候，你的落点太前面，拍子就开始出现不稳定的状态。好，所以你听歌的时候，它鼓点下去的时候，你的动作跟它要同时，所以你下不去，听起来就是你在它的前面，你在鼓点的前面，按你就不错哎。所以那个情绪点，如果是一种 free OK， 可是听起来是某堆都给它点。好 OK， 这是我3个建议。行不行？好，来罗老师。是。思婷，你会听客家话吗？会啊。会啊，汉语哦。好，你要用讲，我列一个台词给你，你对着摄影机说哈。好啊。大家好，我是林思婷，凤阳市区老业大擂台。来，你念一遍，顺一遍。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林思婷，凤阳大家擂台老业大擂台。好，这是你讲话的声音，对不对？好，再来。你选一首你最拿手的，不管是国语歌、闽南语歌、客家歌，你最拿手、最常唱、最熟的一首歌曲，你来唱几句。好，来。有些伤痕像场大火，把心烧就难以复活。好了，谢谢你，思婷。奇怪哈，我发现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唱歌跟讲话完全不一样。对，他讲话很正常的时候，就是共鸣点在胸腔嘛。对。一唱歌那个便是用气声，他讲话的3个高中低频都很清楚啊，可是他一唱歌自然就武装起来，就习惯就在这边，声音都从这边出来，就扁掉就哑掉了。所以在练唱好歌这件事情之前，我建议你先去练发声练习。发声练习你很能够运用到你各部位的发声之后呢，你的歌唱功力，你音准没问题嘛，你的拍子也很好嘛，好。你把发声练习这件事情练好之后，你以后就比较能够驾轻就熟。好，还有慧茹老师要补充，有吗？对，庄老师是，其实你说话的时候的共鸣是前面的。那现在其实很多人在网络上听很多年轻人唱歌都是我的往后放，可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去运用前后的时候，你学的都是往后放，用的假音也在往后。那你用在这个歌的上面，就整个是哑的，你用到都是这个地方。建议你说话的时候，我刚刚有戴耳机听，你的共鸣在前面。下一次在唱歌练习的时候，用想象力把你的声音放在前面唱出来，你的颜面要再多一点。我们的声音出来可以靠你的意志力去控制。当你在发出一个声音，你把它集中，你用意念去想到我声音要集中，从这个唇齿发出来，你的声音就能够亮，就能够结实。刚才就算升了一个 key， 你一样唱得上去，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音，对你有这个音色跟音高，你都可以做到。那你只要把那个共鸣往前放到前面来，你就能够上去。很多流行歌，它前后的声音在跑。如果你没有练习前面，你只学到后面，那很可惜，你天生的音色就会被你在模仿的过程当中埋没掉。好，那你想办法把你的声音放在前面，然后手机现在下载节拍器都很方便，下载一个节拍器，常常听，让你的拍子能够稳定，绝对对你有帮助。加油！好，安子 C， 好，每一位老师，对不对？又学到一些经验技巧，多好啊！按多年干工哦，好一路哟吼。来看分数，来。林思婷嘅分數。歌呢？偶像比较严格，暂时休息而已。我们还有拜不复活，对，不要那么快下定论。好，但是就是把你的那个共鸣的部位啊，找出来，调整好，好不好？练好这样子。可不可以找个老师来教？啊，
OK，真的 OK。那先回座休息，好，等候佳音，不要失望。好 ，OK， 好，回座休息。好嘞，接下来，王春勇带来影响力。唐可能。给你带来的歌曲的名唱，很多影响力林展毅老师写的，针对要不要唱歌的，上次海选的时候，评审老师有帮我同多建议，所以对于要不要过关都有信心，希望大家帮我加油支持。长江水，黄河任海流，浪花淘尽了许多英雄泪。颜色才是成功色派，一般般哟。各月永不奈。山菜，反正有那一条龙，英雄泪不可流，英雄泪不可流哦。各个雄雄来一个，各个雄雄来一个。江山菜，翻身有那一条龙，英雄泪不可流，英雄泪不可流哦。两位主持人，又见面了啊！哦，对，当有男子气概哎呦，今年嘅 talk 嘅是英雄力。总监对位哈，哎呀哎呀哎呀，好，王文阳你好，你好，有崩溃耶！我们刚刚我们2位在研究了你老半天，一直研究呢，对，一直研究，一直拉出你的资料来研究。你个长相，对，你他工作的关系，你在哪上班？都石化公司啊，石化公司真的应咩啊？我原因是检验室王家人嚟，係講嘢頭綁架頭。得嘛？平面度換啦，講查一試查。唔好俾人罵死，綁一條頭毛，我綁都冇條頭毛。我條視頻我誒看下都綁一下咧，我都看佢跌下來冇啱一條。哦，冇啦，掉一下可以。冇啦，冇後面啦。有可能哦。後面還沒有同佢做技術員咧。係一難講是冇恩情的。你那人在跳一朵白皮了。不能講嘅嚇，過年真嘅，真係陰空講嘅啊。陰空啦。你想講吼，迄個路能力我人搞問吼，你一定主動去問的，每天都主動去扯人家的頭髮。後來給你帶來一條歌嘅吼，英雄淚，男子氣概的歌曲，談一下哪一位男人來？羅國里男人。王太我給你針對你這個實力。歌上人線要素歌基本上100分當真確嚇，而向人線歌就盡量往一方面去發展做錯嘅，方向就對嘅。但是佢咩表演有幾點咩？有兩隻小建議一本，第一就講唱歌嘅拍嘅嚇，去多練習幾擺，有幾隻素材拍嘅每一碗，像行業副歌嘅過去嘅雄風，乃去嘅天機嘅故事要唱起來嚇。個月永保乃個，個月永保乃個。還有在人工留的青山菜，人工老留的也兩個中間嗰個團員冇團到暗槍，我知道講唔係，我知道講唔沒順利啦，那個是換氣點，但是你要有嗰種。流量，有流利的感覺出來。冇團的力部分是啊，
董玉小嘅感觉哈，要亮点。谢谢。好，加油，要给他确定过来就好哈。好，加油加油。好，按住食，按住看一下分数咯。好，王春勇嘅分數。谢谢组长，都好，容易，还有机上，还有机会，88分，好，谢谢啊，可以有机会来冲下嚟好，谢谢。我哋去做消息，接下來，羅一蓮帶隊唱功合意。好，嚟彈看啦。今天呢要唱一首歌，是新的歌，叫做《请说客语》，是罗文玉的歌哦。希望我今天有好的表现，请大家为我加油喽！谢谢大家。这个女版的洪金宝有没有？哈，哎，你马黑的谁摸耶？他也是有女儿心的、玻璃心的，哎，你对不对？今天不肥啊，今天是黑色修服装的关系，还是你真的瘦了？你觉得我瘦了吗？不，服装的关系。可能要打开来才会知道。对。哎呀，你唱歌真的好自然，好嗨哦！就从海选的时候我就注意他，可是海选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明显，就是一直到松柏类比过夜一拜，哦，金边又够看冇相同哦。哎呦。本身在欣赏嘛，嘿，你就搞好上的嘛。对吧？搞好上然后才会刚刚的要到老师点啊，那嘛。有啊，他们说，老师你是疯子啊。来公平一下，来庄慧茹老师。我觉得你在舞台上一开始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你的肢体灵活度非常的棒，然后你的表情，我可以从你的表情感受到你要告诉我的这个整首歌的那个味道，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你可以持续保持，但是你也有跟第一位参赛者同样一个问题，拼命的往外冲，拼命的往外冲。那你要知道，当你在跳舞的时候，你一直往外冲的时候，那个声音在我们里面也是破表的。我跟你建议哦，你那个请说可以之后，你不是有一个爱讲你讲。你就把那个味道提起来，不能说可以，爱讲你讲，你好漂亮，就这样。如果请说可以，爱讲你讲，你好漂亮，对。C 妹俺讲，你看，你如果是 C 妹俺讲跟 C 妹俺讲，是不是就不一样？说可以，爱讲你讲，你好漂亮，C 妹俺讲，干啥你什么你？而且你看我在做的这个，我是 C 妹俺讲跟 C 妹俺讲，我连表情都不一样。所以说，当你在表现这个歌曲的时候，你
收放一定要能够做，不能全部往外，这个跟第一位是一样的。那我觉得这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那把这个东西更多的去练习收放，然后你的节奏感才会稳。你也是会有节奏上的问题，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就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就来不及 hold 住它。是，对。那但是你整个真的是很棒，我觉得你的整个进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加油哦！谢谢老师，你要跟每个多多学习，他撒娇多会啊！我都会很做作。那你试试看嘛。好想听哦。来拿看本书啊，可以啦。喽，你练的粉书。爱买香菜，你买米，你买西瓜，爱买梨。你这个有带掉的东西了。溏心蛋，溏心蛋风拌。风拌，你这个做我亚做的，用来的做粒饭吼，去北公下摆，摆好呛面沙色。小康老师，又有好料的了。我要用来的，你用来啊？用来。好料，唔好讲英语。我用。来拿看本书啦，可以啦。喽，你练的粉书。90分，谢谢老师。对呀，再加油哦！很少像你这种活泼、很活泼、很好动那种，而且很自然的那种。对，我们观众朋友们都很喜欢岳霖，对，都希望都有写信来的啊，然后还有网络上都有给他的留言评语啊，都希望他越来越厉害。哇！对，大部分都我在留啦。如果你看到那个，你会去注意啊。如果看到一个人头是朱海军 Angel， 那就我留的。好啦，加油加油！谢谢谢谢。好啦，回座休息。杀下来。杨丽森带的大丢西。好嘞，躺看呢。今天呢，我要唱一首《大丢西》。这首歌是说，外面都是下大雨，大家好朋友一起聚餐，好买不一样的东西啊。我是觉得这首歌，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拿来比，希望能够顺利过关，也希望不要3次就下台。谢谢大家。
你整季你看，你整季，你整条假牛。带了一条歌呢，大丢西啊，大丢西，大概真片好油安的姜啊，哦，是好食的料理，唔带掉的东西，唔带掉的东西还带来哈。像同学会用的类似，哎呀，聚餐啊，那聚餐，你看，这个有带掉的东西了。溏心蛋，溏心蛋风拌，风拌，你这个做啊？我鸭做的。阿婆。我鸭是妈妈做。牺牲你。用来的，我打俩姜米头。我就吃到奇怪，个风拌的形状无共用。系啊，所以也袂用的那意思。好。嘿。有冇？用啊，冇讲冇有冇风拌有几下种这样的模子。因为我看到都是圆呢。圆的也有，像乌龟一样的一种。对。它好多，嘿。然后像桃子的啊，就是像玉皇大帝啊，赏叶时间能做头的呀。对，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像。姜米头，姜米哦，姜来的做粒饭吼，去白宫下拜，摆好抢零沙色，大型灯，按沙皮呀。按沙皮，只有拌的好吃，只有拌好吃。姜没冇沙皮啊？那是嘛？我是咯。那是啦。没有，是我姜来的。真的吗？好，打包。我是这位，小康老师。又有好料的了。我要姜来嘅，你姜来，姜来，好料很多功夫。我们来吃看看这个哪一个？溏心蛋。溏心蛋。哎，跟外面的溏心蛋不太一样。为什么？怎么说？比较好吃还是？它有甜甜的，是啊，好吃啊，好吃啊。好吃了。那姜来嘅是乱还是拌？是拌。啊？刚乱是来哪个时间吃的呀？要做葱鱼嘛？给乱了，那个蛋是我以前做小吃卖卤肉饭，我都会放那个溏心蛋。哎呀，真的好吃好吃的。好，来看今边葱都用拌哈，来老师来公平啊。叶家秀老师。你先今尾葱都清好哦，我是感觉讲葱国家除了葱以外哦，轻吃菜啦吼。不过今尾那个慧茹老师有讲，葱国。最好是要用节拍器跟着走，就讲，我的意思是讲，不只是冲国家用节拍器来冲，冲国清浅，比如说用节拍器不用电来讲，所以讲歌词用念的，照着这个歌曲进行的方式来念，因为你犯的错误呢，没老前面的几位穷人，就会本来这个要冲啊，你要讲去发个表情，心感都。青菜嘞，你第一个讲嘛的东西，我就冲国家的就飙出来，飙到太高嘞，所以有的句子呢，你冲到没用，这飙马路嘞，就好像没有一个空间让你一个放，所以冲国家你要先扎好，从讲法家讲，讲多啲，冇，咱唔好讲上下讲出去家，上个还情绪再加加都冇东西好加嘞，吼。老公就款出来，一笔一笔又一笔，大家唔是客气。阿三哥讲阿姨，眼泪打就片。因为我觉得你应该算是这一次很顶尖的一位很不错的歌手，那这一方面当然我就会要求的更多，好不好？好，再加油！来，看分数，眼泪整个分数。上分呢，谢谢啦，谢谢，好，回座休息，好了，下来。王天粉带来法书函，我就过后堂来谈了。上次的比赛被评审老师说我的发音、咬字都有问题，然后我这次挑的歌曲是《花树下》，希望这次可以得到好的成绩，谢谢。你是糖果梦，发梳下，快到慢慢给发，
人稀罕孤稀，该风风拍拍给花，树跌落你面前，跌落你肩背，跌落你脚下。法树下有一个南山顶尾，法树下有一个老师傅哦，走过个南山。做個幾世妹，就像開門前花，來來去去，唔知幾多沙。把樹下。树下，给发树下。一首很美的歌哈，这首歌是谁？听说是徐哲伟老师教你的。哲伟老师他是说，如果练客家的声音的话，是靠模仿，会学比较快。模仿？所以你模仿谁？模仿他哦？没有，不是，就是去听原唱的，然后去刻意的模仿他。哦，对，这样子学客家歌才会。那个声音才会比较标准，比较有那个味道，所以你就是听谢宇威老师的版本。对，那你怎么没有去留个胡子，这样更像，学起来很传神，跟客家达摩一样哎。法树下。谢宇威老师他真的唱歌非常的有味道，而且非常道地。他真的很厉害的一位老师。对。那他今天唱的如何呢？还是要听听老师的讲法看看啊。许世慧老师，定宏，好，你好。首先我要鼓励你的是，这首歌真的不好唱。好，然后你居然这么勇敢的想唱这首歌，这个是我觉得我对你的鼓励。我觉得我蛮赞同你这个勇气的。好，那但是因为。它就是因为难唱，所以有一些地方可能你要抓住它的细节会比较困难。然后原因再加上你又不是客家人，所以很多地方都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就是咬字。咬字的地方是你今天如果我今天听的话，其实你今天有很多地方咬字都不算标准，好，不算标准。但是以歌曲的情绪来说，我觉得是 OK 的。好，我觉得是 OK 的，就按照你或许是学宇威老师的，可是我感觉得到你有你自己定红的一个格调，所以我觉得那是我觉得你是可以发挥出来的。可是你的乐句的线条，我觉得不够，就是不够平滑。我发现你想要拉那个情绪，总是会有一个 lag 的地方，所以会让人家听起来会觉得我好不容易让你引领那个情绪的时候，突然被你卡了一下，我突然跳走了。好，我会突然跳走，这是一个乐句的表现。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转音的部分啦，因为这首歌你必须要带着非常多的情绪、浓郁的情绪在里面，所以呢，在转音的部分呢，在这里你就听得到会变得有点硬。比如说有一张肉师傅哦，那个地方你就会开始有点硬。把树下有一个老师傅哦。好，然后可能在这个部分的刚刚讲的这几点的话，可能还要再回去再练习。但是以我的角度来讲，
你不是客家人，现在如果说我给你的分数，我觉得是我对这件事情的鼓励，好，但是后续比赛有这么多的场次，所以可能你在咬字上面还要再更下功夫一点，因为它绝对会是很大的一个决定权。好，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说在语言上面的一个难度，而是必须要的基本，这个可能我们要注意一下。好，谢谢丁。好，谢谢，好，谢谢。按照空分数啦，好，王天飞的分数。哇，可惜。啊，那唐一下庄慧茹老师用我本演绎什么分啊？唐一下。其实我觉得你非常用心唱这首歌，我从你的表情就知道。但是你一定要记得，这首歌叫《法苏哈》，树不是长在地上，树是长上去。当谢宇威老师唱《法苏哈》的时候，你会听到唰那个风的感觉，然后吹在那个树上，有没有那个感觉？很有意境哦。对，很有意境。可是，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不能像你这样子唱，因为你一直从头到尾都前面是这样唱，其实你的那个是扬不起来的，那个感觉是起不来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不可以发苏哈，然后在那边等。你是糖果吗？因为你在那边等的时候，你拍子就是因为你在等嘛。这首歌是慢，当你等，你就来不及，就会先唱出来。所以你要发苏哈，但是你的那个整个是很稳定，对，就是稳稳的。你不够稳，因为你在等，而你不是有进到那个歌的意境里面。这个歌最难就在这里。那但是我今天其实分数扣的是你的音准，真的是飞得很远，所以我才会想说给你一个提醒。但是建议你以后在唱这样的歌的时候，你自己的稳定性跟整个那个空间的感觉要能够有。好，对，加油。好，按住这，你听得很认真啊。真的，你想要。他求好心切，他可能被那个分数也吓到了啦。是，对，没有，加油好不好？加油好不好？下次有机会再来。好 ，OK，啊，谢谢，回座休息。好，杀下来。孔英带来人生舞台。等啦。我今日上耶稣係人生舞台，我也希望講，咱哋以人生舞台歌曲嘅內容，咱哋鼓勵人生不管。那就出群，人哋用腳步，用安尼一步一步，人哋行出真正一生人一剎個人那個人生真正的舞台。感謝大家，希望人哋過關，感謝。开始你们，开始中国都冇咁樣啊！非常穩誒，當穩，哎呀，條歌唱嘅不量身定做樣誒。人生舞台。哦，唱到哦，
跟那个专营呐，有没懂刺眼？对。也主歌是唱歌。唱歌是唱。你也舞台唱歌也电脑杯。电脑杯。哦。还有一比赛吗？是比过。比一多点。2点。2点。2點係天一名。天一名啊，很厲害。2點。所以佢有一種歌唱實力啦。冇啦，我都未學習啦。好啦，來，談一下。羅國立老師。好，講邊個？上擺唔錯咩係講變化度嗬？我發現到我上擺本嚟建議有多少有改進過來，但是還有空間努力哈。再盡量唔好變下，再變下一上就變態啦嗬。腳步踏入不理想，一步一步莫行前。面上山咩做嘛，演出咩搖嘛，即係拍音冇問題嘛嗬。關係各方面全部當順暢，當流量。每個嘅細問題就係我上擺人講嘅，哦，一天都改章啦，再唔好變係，再變係上就變係嘅，好，加油！好，我來看本書來。孔英嘅本書。係啊，安尼哈，安尼肥皂就過來編下嚟，好嘛？好，安這些，好來會做休息。哇！也今日第3禮拜高壓淘汰賽啦，哈！係啦。係啊，唔知講那邊那度嘅所有挑戰朋友哦，心度唔要準備好嘛？哦，又唔係今邊有賣你有來邊按到高三可以政府老師。哦，政府老師哦，哎呀，好，那就要好好介紹我們這個我們這個客家界哈非常傑出的我們的我們非常尊重的老師的哈。李秋霞先生，羅英先生。比賽之前，先有請到李秋霞先生來講一下規則。根本因哋按多位參賽者，就經過因哋會選，能夠經過會選，就表示你哋實力非常的相當。但是你實力相當，按要慢嚟表現，可唔到自家表現。佢記得根本樣，因哋經過咗淘汰賽以後，分數是更加嘅嚴格咯，嚇。所以記得拍嘅嚴準，唔記得歌詞。好，那非常重要。你拍個一跌，那歌詞唔記得，佢馬上就會俾你割下來啦。還有四季八節，拜託你注意，山歌四季八節非常非常嘅重要，係你感情嘅詮釋啊，哈。所以佢哋先生都比較係嚴格咯，嚴格啦。我相信唔對自家對自家有信心嘅，加油！好嘞，有請 TVB 參賽朋友齊怡雲帶來平板。好嘞，彈開啦。上擺我係從山歌子，因為東岸唱到有點不足，轉移有當認真練習，你今日我係從平板，希望大家還係讓我強壯，讓我加油，讓我順利奪冠。一見有山啊歌呀！日開了啊，學人叫嘅，我媽媽本身咩開兩年，我都唔跳，學唔來啦。真的冇安排。海陸人，不是海陸人，就是海軍陸戰隊的海陸人。山
主持人個編線先生啊，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牛哥，这个压力大。怎么说？参加的那比赛之后压力很大，压力到被那个幽门杆菌攻击，是造成胃食道逆流、火烧心。不是因为这个节目，不是叫肛门杆菌吗？幽门杆菌。幽门。之前我就摸洞喉啦，哦，鼻摸洞然后前部個個土巴啦哦，當到啦，啊當伊走落去，當啊控毒血吼，血到吼，哦，都會滴落去產一定是那个像电视广告一样，你喝咖啡又吃甜食，对，你胃食道逆流了哈。快答对了使用极胃福士定。你有没有准备给我？不行啦，你吃了会便秘哦，我们这会有医疗纠纷。没关系，我是就目前就。那现在目前呢？目前的话有经过一个疗程嘛，哈，有点疗程以后，现在在吃中药，在那边是调养。门打开了，都 OK 了。门打开了，然后就是靠自己了。是。这个我有得过的，这个情形，因为有时候压力过大，或者说你可能睡眠不充足不充足，然后或者有吃了很多甜食哈，对，就会有安尼胃酸逆流的产生，是，真的会攻心呢，对对，1个多月了，我还烧到喉咙哎，烧到喉咙，那双拜落去，像有球一样，卡在这里。我说有球啊！像因为你一直那你的很严重哦，还有球哦。不是，它就是所谓逆流嘛，它就是已经卡，就是说往上那个气哦，杠在那里哈。对，所以真的我憋赢了。所以不能太贪嘴，喜欢吃的就拼命吃。你应该是很喜欢吃甜的，对不对？应该算是啦。对啊，酸的、甜的这样子。要克制一点，控制后来。对啊，一次教训的话，终身难忘。一次教训，终身难忘。身体要顾好，身体要顾好。好，来，谈一下欣赏的贡品。培养出来欣赏。安尼以原創嚟講，多數發現飲食醫學一冇乜嘅身體毛病，一做嚟就係牛屎啦。山果唔好山果啦，嚇！而家我做到家都曉推成條係度個門嗬，葱山果嘛，果葱嘛，嚇！你牛屎這邊，啲啦嚇，對條筋，但筋呢時我感覺穿到冇講當酸，筋啊柔潤一點，啊圓潤一點嘅，三葉磨葱嘅時間而家。三二六一莫奈葱啊，莫葱芽，那个葱芽就怪怪。推出油，後音就出來了。專去看嘅，係那個低音嚇，因為平板嚟講，三國志最高音是咪嘛，老三個最高咪個咪，但是你哋平板最高音可以站到瑞，按你哋大潤嘅時候，你嘅後音詮釋得沒有很好，所以哈對鬼數大部分嘅彈起來還可以啦哈，就是特別你記得哈，就是喉音哈，高音啲高音是帶唔到時，我們可以帶假音，帶唔帶過去。好，可以運用假音，但是大潤嘅時候，你記得你的腹腔運用得好。好，你本在經驗哈，好，加油。好，安住好。再嚟唱下車奇貴先生嚟嚇，車先生。無空有嘅講片。好，因這邊也起源設計哈，其實哈，在而家創業嘅平板嘅時間，並冇感覺到講，也因為講上次嘅情形哈，影響你這邊成績，這邊上做嚟講嘅親情啦。但是我就感覺到講，在而下個位時間哈，佢上我注意下。尤其家我想李老師佢講咯，山果，同佢轉一隻音落去就變果誒，你山果了變果，所以也係以後在咬食方面要注意。還有在你聽一段風水做菜，一隻風勢啊，也佢出音嘅時間冇出嚟清講。所以一談係風水唔會差，但是人家出嚟嘅鹽嗬，自家控制鹽量可能冇控制好勢。其他來講，基本上做院人也做得講，也一講嗬，再繼續加油嗬。好，按住先，好，按住嚟看油判法，經過88分嘅過關嘛，好嘛？來，7億元的分數。
冇問題啦，我講。啊，謝謝，恭喜你啊繼續加油，啊係嚟回啊，播出身體哦。係啊，謝謝。補充哈。補充。一開始講真係冇個問題嘅話哈。嚇，冇問題啦。不是喐嘅呀。好，嚟，冇問題啦。殺嚟。廖崇發帶來3個字。嚟，彈過來。大家好，呢個上次線上嘅幾點表情方面要好啦，我轉時也要好好來練習改進。呢擺我係唱嘅係3個字，希望能夠順利過關表演。主持人、主持老師，你好。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大家好。講開了嘅。哦，都講開了。講開了，我就18唔啲咯。好，阿糖類咯。阿糖類都得嘅。嚇？唔可以講，但是糖係實啦啊。糖係實。糖係實嘛，係啊。下啲學習。第一學習係啊。但是講真咧，要開了啊，學緊叫嘅。我媽媽本身沒開了嘢，我都唔曉，學唔來咧。真係冇按改。我媽媽海陸人講開了嘅。不是海陸人，講海陸人。海軍陸戰隊咧，海陸人。你哇，發覺唔單止會唱歌嘅，仲厲害啊！係啊。而家鼓手係咩？係啊。哦，而係要表演呢，表演呢。以前考教啦。考教啊？考教，唔考讀書。而家朋友嗬，遇到會愛聽啦，嗬，也有盤小喇叭，也有盤薩克斯風，哎呦，你是高神氣啦，中西樂合璧啦，這樣啦。哦，你知嗎？你明乜嘅東西？我是大山國鼓啊。哦，大鑼鼓店係啊。係啊。哦。哇，多才多藝。係啊，心情成發都過得非常嘅快樂哦。高神氣啊。高神氣。一方面發揚一啲咧客家傳統嘅文化啦。哎呦。好啊。係啊。讚喎。美態。好，要請到哪位先生嚟講？羅燕先生。好嚟。基本阿松從呢3個字哈，其實講起來你從的應該原味哈，要從呢個傳統嘅唱出來嘅客家3個吼，係講我改進嘅為所吼，就係講呢個咧係戲詞啊吼，就係虛字，就係啊那溜啊吼，掠到詩吼，你從嘅時節溜下冇按樣啊，就係吼你數每日咪些不用講吼，第2件吼到2件，你後背係。接嘅那嘛吼，香港呢個最尾件吼，記錄線，你也係接那，吼，兩件吼，從起來第2件嘅那，就魔術的按將。
可能你運氣也運到以後，唔過就係講你愛唱出第一隻詞嘅時間，咁可能你係氣係樣板來運用，譬如講第一句吼，三個唱出客家音，應該係客家，吼，客家兩隻詞嘅時間，彈起來吼就會客勢上調，吼，所以你愛。係講愛出力唱，也係愛用面來做調整，就像講法吼，調整主持人講，你會打鑼鼓，你就嘅好高呐，跟彈起來就有講法，你係語氣，唱歌也係有安樣嘅語氣，吼，安樣你彈起來就會較順的，不應該建議，是冇呢？謝謝。真係唱啊 EV， 按叫冇看到嘅蔣雲勇先生。在我糖業散歌，當然馬上是彈出來你講海陸嘅，嚇，平常係使用海陸腔來講話嘅。我知道你唱散歌非常的自然，自然表達，冇加發錯。我知道這個唱好有的，我想你係你嘅空間，我至少我知道你嘅大概散歌唱到當自然，好，在你唱詞嘅為所不宜加建議哈，像。以前那山那高啊，我彈到你唱高呀，好，我覺得你自然帶入嚟，這個你可以用很自然，請自然嚟高啊，山高啊，沒山，就唔是用山高呀，安尼嘅意思啊，所以我覺得還是不宜當好嘅肯定，希望你安子先哈，咁你就看一下佢嘅分數咯，好嚟。廖瓊發嘅分數。91分。5分呢，係啊，謝謝。好，喺我在度邊啊嚟嚇。加油！謝謝，繼續努力。繼續努力，休息一下。好，沙下來。洪慈勇帶來平板。可能啊。我今日要唱平板，我多顧下當上忙練咯，希望有好嘅成績。大家讓我加油，羨慕大家。你好，模範阿嬤。就是有一個孫女，她有考到客家嘅檢定考，檢定都是我教的，小。是你教的。對，哎呦，所以我講伊模範阿嬤。係咪？哎呀，雙拜來唱嘅時間，可能18斤重，有點失常。對，但是他回去很努力的練習，因為他盯住我是模範的，對不對？哎呀，孫兒很順利的考上中期檢定。這個孫女是我帶大的，你的驕傲，對不對？先恭喜哦。真的，他一直剛剛從現在他就講那個孫女。他不管他不管他唱的怎麼樣。因為我住在福口嘛哈，福口啊。對，他上台北的時候，我一直在
还在哭，你知道吗？因为最近在猛教客家话。对啊，因为我他的妈去台北读书，我就很不习惯，因为不舍得啦，我一手带大的啦。亲下个就会给啊，对啊，那其对他我很有感的其情啊他3个他都不喜欢你们。他生下来，你不要在那边挑拨离间。哎，我怎么是这种人呢？奇怪了。他生出来我就带他。啊，带他。对啦，因为有感情啊，有感情较深啦，对啦，所以难怪这个客家阿公都安好，对所以阿婆带啦，感谢阿婆。真的。啊，孙儿有来嘛？他没有。没有来。他在台北读书。台北读书。关于那个是讲有比较后辈的时间，你这样带起来呀？哦，那个也是我的孙女啊。哦，那个也是啊。就阳明大学。不是我们的摄影师会很忙哎，会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哦，阳明大学。保送进去的。哦，哎，你的孙的某一类不是厉害，不是不厉害的，每一个都是很厉害的。住在南部，要上来台北读书，他都陪阿婆。这个就是你比较不喜欢的那一。不是，是第2个不喜欢的。这是大女儿生的啦。啊，大女儿生的，很漂亮啊，很漂亮。你看，我喜欢你就好。阿嬷都觉得你们是她的骄傲这样。哦，阳明大学，保送进去的。保送的。哦，没有一公一多哦。哎，我们很都较好的啦，刚才生意孙颖都较黑。有个种错货，来啦，谈一下，冲个用公平啊。分享恰克嘅先生。其实餐饮做长时间，还要注意到，你还去上亲友、亲学堂、亲友来上。谢谢老师。但是呢，我有感觉到讲，根本呢啦，挺紧张。真是完全紧张，紧张到连讲法就会准嘛，也就会点哈。还有哈，唔怕，既然上台唱歌，就要不用轻松。你一轻松了，也上自然就有办法发挥出来。冇外加看你唱的时间，要卡而已嘛，做嘛？你表唔开嘛，表唔开时间，上冇办法出。以后唱也可以3个时间，尽量同你不用轻松，哈，轻松容易唱，冇看你唱，你做越人也做亲家，熬死也熬得紧张，哈，也就讲诶，不用轻松，就好，好，加油哈，加油哈，好，问题不大，不用轻松，分数出来就很大了，来了，洪慈优很说，亮过了树啦。你要教我跳舞啊？哎呦！不是，如果你们一直弹，会一直跳哎。好了。来了，洪慈优粉数。哎呦！90分。行咧测伊个时阵按公平来上讲啊，可能高的几率可能没太了高管呢？对，按摩星星。你系加同公平的感觉，系啦。放轻松啊，我慢慢嚟行哦。来，杀落。系彭凤妹带来老山歌。来，行啊。啊，今日当欢喜就老爷大肚就唱山歌，唱啊迄老山歌，啊日日都该学，啊当欢喜说老山歌，大家来加油，全问大家。
以后。哎，俊啊，嗨，你话几啊生日啊？唔係一時猜人。我騙你哦。你你按你跟你按東按多，觀眾朋友面前講出來。命係做按多嘅，係啊。命誒。係啊，碰逢妹。碰逢妹，碰逢。嚟。啊咩啊？碰逢。碰逢，哦，腳探查嘅碰逢嘅。開玩笑啦，開玩笑啦，開心就好。哦，一天當到你男人命嘅開玩笑嚇。哦係。係啊，親戚朋友一度係唔乜嘅。鳳妹子啊。鳳妹子啊。唔係喊碰逢卡度嚇。碰逢誒。碰逢妹。嚇碰逢誒。冇啊。啊，鳳妹子啦嗬，鳳妹子，鳳妹子，嗯。啊，誒，其實鳳妹子啊。碰妹子。碰逢妹子。之前參加咧黑委會嘅舉辦嘅歌唱比賽，得到第一名的嘛。科委會的比賽呢，得到第一名嘅，冇簡單呢。總共有1多3人比人講呀。60人啥？60人啥？60人啥？第一名。獲到第一名上個啦，歌唱實力算厲害啊。係，伊講，伊先甲講，唔通買咱的精油，此動真見上都冇所謂呢。冇啦，都冇所謂。睫毛較長點點啦，你可以就目睭較細呢。好啦好啦，今日唱到啊呢嚇，談一下你欣賞的貢品啊咧。講完有欣賞。我唐葉羅山歌呢，感覺你的表情十分的嚴肅。嘿，是完全冇笑面哈！啊，唔係講唱山歌隔天愛笑面，唔過你看你兩首歌詞，上家唔得半家嘈，阿個超妹嚟唱山歌，係非常嘅樂線嘅歌詞。但是你胖阿姐啊哈，你是唱到又好嚴肅，所以唔講你上韻動又上，你很有聲音的。所以講我對你目前嚟感覺係你按照有聲無情。聲多情少，你也上情到，但是你感情冇表達太出來，表情是感情是不到位的，係那意思。所以呢，其實係要到打賞，不過呢，我感覺你也要唱山歌實力的人。哈，所以希望你做得好好嘅發揮，將你上任，你表情好，嚴肅比較死板，你可能你係當緊張，所以你係山歌嘅，即羅山歌嘅特色啦，按照這個收放自如的感覺，哈，你上家唔得，半家嘈啦。你做得起悠悠自在，發揮一下，哈，好，謝夢怡。好，是這樣子。我記憶到喲。有聲無情，係啊，要有聲有情。好。我貼片今邊在搖台舞，在搖唱到一位，立秋下欣賞的貢品。好來來，謝謝。好來，那鳳妹子哈，剛你一個試唱嘅時間感覺，誒，你唱嘅歌韻異乎他，我結果你真實唱嘅時間，我就感覺你後呢，即卡音。哦，最高音要羅山歌自有講過咧，是咪的音最高音。最高音是我感覺說，你係咪來跳唱？而且那也係講，你嘅起跳高音，所以你唱到後背，我感覺幾首歌曲嘅嘛，當到辣音，所以你數目也是當到音是什麼？數得唔拉，後音就走出來。所以我家感覺你個當個阿哥超妹，你上有立體，唱山歌嘅那就氣又不足。阿哥。個入歌嘅時節，哦，幾首嘅感覺係咁樣啦，嗬。你將呢缺點過盡，相信他們給他寶座就是你的啦。加油！好，謝謝。哎呦，好大的口氣哦。你要胃酸逆流係啊？胃食道逆流。冇啦。講到有嘛聲音嘛，又話憋的，又話個有啊冇啊。因為咩後連剛有事情都會胃食道逆流。假如講嘛個鋼電的安尼啊，唔咩啦。因為羅山歌是真嘅是三大調最難唱嘅啦。你將呢羅山歌唱得好，你這個氣不足，你溫氣嘅時間，你睇適當嘅時間溫氣。哦。所以你大音嘅時間，你後音就卡，高音你就綁唔起來。所以羅山歌要詮釋，要鍛鍊。
多练就是对了。OK 啊，谢谢。卡卡也是个巨星，没有关系哈。看分数，看分数。唐凤妹的分数。江，嘟吼，哎呀88分。哦，加油哦！加油哦！哎呦，88分是这一模一样的，哎呀，好不好？哦，好，再见哈！再见哈，好，会做。慢慢来哈。怎么啦？来啦，看下一位参赛朋友啦。曲兰带来平板。来，等我啦。我今天要唱的是平板，我对目下有青云准那个练哦，希望今天能顺利过关。你好，可兰姐总大家好。你好，好可爱哦。对，又是一个年轻阿嬷。年轻阿嬷。对呀。又生了几个小孩，几个孙子。有麦克风来。一个孙子啊。一个孙子，对。兔柚子呀。哎，一多岁。哎，4岁。 4岁啊，小班听听呐。中班。中班啊。 40岁中班。啊，会讲下冇？ 哎，一点点跟着讲。18。你们跟我唱客家歌吗？他是半截接着去的，因为他的公有时候会拉胡琴，我就唱山歌，他就说阿公啊，矮显的阿婆秋来唱山歌，他后面半段会唱啊。安的你像哦。哎，给过年唱起来给中金票前半段他不会唱了，后半段他会唱。那最近练前半段嘛，然后练会了加后半段就可以来了。中金3000年有人梦拿的。露脸嘛，好不好？不然太家有耳福跟眼福来啊！哈。我莫讲孙的会唱，其实佢啊，佢咩有计划先呢？你嘛，佢讲佢来啊，先唱安尼传统组，先来比下，累积一下经验咧。佢传统组比退以后，佢可以反砸来挑战流行歌曲组。以后同一条年轻人就叫他编啊。 他说他流行歌曲唱的不输年轻人，传统组的，流行组唱的不输传统组的歌曲，嘿，流行歌曲唱的不输传统歌曲。没有了，都是要练啦，都是要练哦，对，好，先都要吸取一下经验啦，嘿啦，干呢传统组就先编下来，好不好？那个是成绩好的话就一次编到大嘛。哎呦，唔够。哎呦，那难讲啊，对，实力加运气。那个无好的话就
专业在哈，流行组流行歌曲组在来报名。拢可以啦，有两组本先啦。嘿，好，今我们还有奖金挑战赛啊，哈。没啦，也有年龄限制呢。年龄限制啊，先演上这来啊。来，谈贡品，好来。有唱到一场的超几度的录音员先生的贡品。咁有？有哦。佢咁有超？伊超差不多有10公斤哦。一张也超10公斤。先讲评哦，大家来聊聊你的身材。好，今日吳太太吼讲实在，我相信你平常时唱嘅山歌就听很下自然哈，因为基本唱得出来，你当紧张，韩国呢，你入歌嘅时间哈，山歌唱来闹连山歌哈，你唱了只2只4嘅时间哈，弹起来就当上当紧张咧哈，韩国好啲你紧唱又紧顺哈，所以紧来紧好，不过基本上你嘅山歌冇乜问题，愿意啦表达到以后哈，就。係講緊張嘅清晰吼，挑戰一下。另外呢，提時機吼，後生唐轉太穿前，唐轉呢2隻字吼，因為佢係帶入吼，韓國加上可能上會重述咧，所以佢將係表送到咧吼，所以呢呢2隻字帶入嘅時間吼，就冇轉到安講。吼，係講正經講下唔好嘅為數，就係你提一件吼山歌，韓國唐轉，吼呢2隻為數呢係冇自然，其他嘅部分呢，我想講你運動以後咧啦，吼就講很下冇按緊張，很下輕鬆啲，我相信呢會很下好，會見來見好，吼，是冇你。我先看分數，還先來看表演啊，還有準備的表演哦。哎呦，真的啊！真的哦。哎，我們請羅茵茵老師哈來。上來舞台走秀一下。今天我的安排就是来，按照旁邊踢他的，可以走秀。来啦，来走秀一下。你說你瘦了10公斤。為了我們節目的收視率哈，哎呀，你要露出你長長的美腿來給大家看一下咯。從那個舞台那邊來，我牽着你。工作嘛。來，一張嘢車位10公斤誒，本太家看一下。有没有从那舞台上走下來？快點啦！你去幻想林桂蘭。林桂蘭，你有看過嗎？對嘛，你就是像那樣。你就照着林桂蘭走。不會啦。來，專業一點好不好？有腿好美哦。你說我要愛的。叉個腰嘛。你真的有點駝背呢，你有超到10公斤啊？有10公斤哦？沒有啦，快6啦。快6公斤，快6公斤哦！一個月，光吃一些蔬食，這樣也可以瘦到6公斤。咁看下眼的那扣籃肌衝安呢？那我也來減肥好了。對。不，請你走秀一下。要持續1張呢？一張咯。這樣走秀一下，佢家己唔要啊，行比寬。來，行比寬。我就春大坤，用吃鹽的方式從那邊行出來的。好，我做。你同佢跳啊？我做男版好了。啊？你要教我跳舞啊？好，跳舞好了。哎呦！哎！哎呦！不是，如果你们一直弹会一直跳哎。好了。哎呦，你真的会跳呢。他很会跳舞哎。哦，那换你来。来。那你是老師，你應該是多才多藝。坐回去練。這段表演失敗。粉絲看得嘛？安全呢？安全啊！來，看粉絲，來。扣籃的分數。我問題。9分。
哦，汉语礼拜再挑配用的舞啦，好嘛？好嘛？好，挑本大家讲啦。做较短一些啦哈。好，恭喜！继续加油啊！好了，会做休息哈。好嘞，杀下来。来，秦妍带来平板。我来躺啦。今日係倆農業大擂台倆季嘅第2擺嘅6人，我倆擺係長平板，希望大家客家鄉親，讓我好好嘅對鼓勵，讓我加油，希望大家。今年好，哎呀，赖先生，哎呦，来告诉你，来告诉我，来告诉你哦，不得了，不得了了，最近人还不得了哈，飞上天了，大家争相邀请哟。对，客家天台啊，有像呢秦阳国啊，特别个人专访。天台啊，电视台。天台。哦，电台啊，客家广播电台。哦，他邀请你。电视台也有啊。现在就是啊。现在也喺度比赛，但是佢天台人有唱伊。去年乜嘅原因？去年寄來我錄卡。啊，去年錄卡哦。用外面訪問啊，錄音訪問。哦。去年我三國志頭名，寄來我錄卡訪問。點解打比賽頭名？田傳業足。田傳業足同嘅。今年呢？今年攞三個。又係頭名。哦。哦，佢特別邀請伊天台。做訪問，係啊，冇簡單啊，吃都冇簡單咧。伊咧從伊咧參賽者安尼比賽吸取比賽的經驗，都經可以都安尼天台去受到專訪。人家訪問他說啊，衝山狗時要注意用板的口氣啦，然後韻味啦，用板練的啦，係啊。已經比到爐火純青的啦。對啊，對啊，都教學生了。對啊。學生立志都想把老師幹掉了。對不對？所以人個古創嘅安尼水平來講哦，應該是做欣賞的料，喺度參加比賽。難怪啊！你大家攏歡喜啊！嗱睇隻間鄉親朋友講，哎呦，俺久冇看到你唱山歌了。冇超耐啊！按威衝嘛喺海鐵算係比賽啦，所以要請評審先生嚟公平。來，分享恰克嘅先生。也個青年歌，其實坦白講啦，佢嘅歌聲來講，表情動作來講，已經就當成熟嘅啦。至於講，因樂師方面，可能在不過人哋海兩人也講四個人來講，可能多少會有一些嘅問題。希望係，比如講人家鐵雜師來講，一閃過了又一閃，一般人講一閃了變閃。一閃了過那了，有冇用樣嘅？所以閃對，就特別青島人講，就將人講閃過你
转一只音就变二上去，念唔转就三过了变过。所以往往就会也个咬死的部分吼，大家都冇注意到。一山哦，过哪了？又一路山啊。其实我因为讲也没乜个太问题啦，最主要就讲，人之间在饮食的时间，不妨多注意啊，就是唔自家去。尤其像人家，即係我本身就老將嚟講，要因為別人落去睇藥就地講樣嘅情形，但是可能當開心上嘅時間又唔記得，也會難免啦嚇。好，再加油哈！好，謝謝，謝謝。好，來看本書，好吧？來，請演的本書。謝謝金毛老師。係，這三個最高分嘅。特別有機會哦。係啊，有機會哦，好好嘅，穩穩嘅，係啊，穩穩嘅創，係嘛？也唔希望嘅呢，一個實力加上係好嘅運氣，希望先能拿到今後嘅電，好唔好？好，按住先，謝謝，按住先，啊，嚟會做消息，好。安尼恭喜啊！各個的朋友，喊一班好好的編啊咧，哈！係哦。我相信很多都好唱歌的朋友哈，積極的報名啊！報名專線0919388398，還有傳真電話0227778231。好，等日到度報名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還要多謝辛苦的 CB 的先生，謝謝，謝謝。一鞠躬，再鞠躬。同時，大家我們記得下禮拜同一個時間的時間呢，鬧熱大擂台，鬧熱中下台，再見，拜拜。